塔羅點樣可以幫助個人成長？好多人揾塔羅占卜主要係想睇未來嘅結果，但其實佢更似一個反映諗法嘅鏡子。當你有困惑諗唔通嘅時候，做塔羅占卜時，牌面會將我哋同身邊嘅人潛意識入面嘅諗法、情感通通反映出嚟。比如你遇到愛情問題，想知對方諗法，塔羅可能會提醒你，其實你都一樣好被動。事業問題，塔羅又可能話你知諗得太多，個人會好負面。與其話塔羅睇到未來吉凶，不如話因為佢可以睇清楚內心嘅問題，等我哋了解自己同其他人，調整心態同行動去改變未來。每一次解牌其實都係一次自我進步嘅機會，久而久之，你會發現自己變得更清晰、更有力量。有冇試過覺得塔羅點樣幫到自己？留言分享加追蹤我專頁加 inbox 我，就可以獲得免費塔羅電子書一本啊！實體塔羅工作坊，學無需死記牌意嘅超準占卜。報名 Level 1課程，完成3個 levels 嘅課程同作業，仲可以獲得香港專業塔羅協會認可占卜師證書。快啲 WhatsApp 5116482466327332報名啦！歡迎追蹤我香港專業塔羅協會會長 Manny 嘅 IG，獲得更多塔羅知識。上堂見。